到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，即届来台湾，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台湾甲美国伫新冠病毒的疫苗甲药物，是毋是会当有实质的合作？美国是毋是会当提供台湾疫苗解决的方案呢？也毋过阿扎尔讲，都要先满足到美国国内的需求，才会当公平提供予国际。这是互人真失望。疾管局的前局长苏益仁就讲，若无实质解决的方法，那呢，即届阿扎尔来台湾就无菜咯。感染科的医师黄立明讲，即卖世界各国的疫情拢还阁真严重，台湾想要伫个年底摕到疫苗，无啥可能。We also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share information connected to vaccine research and therapeutic research.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，大家上关心的就是双方的疫苗甲药物敢有实质的合作。阿扎尔敢若讲，双方会持续分享相关的资讯。这个回答和真济专家感觉失望。提供一些资金，可以帮助这个疫苗厂来制造这些疫苗，并在需要的时候取得这些疫苗。这一次如果没有达成这个协议呢，我想就是有点可惜。前疾管局长苏益仁讲，目前全世界估计有6件疫苗伫10月底会量产，美国就占一半，而且拢进入人体试验。因为台湾的疫苗还阁伫咧动物的试验阶段，估计到明年第4季才会上市。面对秋冬有可能的疫情，真正是袂付气。感染科医师黄立明嘛讲，要伫年底摕到国外疫苗，因讲是无可能。我们不太容易拿到足够的疫苗，足够的疫苗就是要70%人口的疫苗，那才叫足够的疫苗。大概就是要。可能要接近1500万到2000万，而且每一个人可能要打2剂，不是只有打1剂，所以你要再乘以2。黄立明讲，伫咧摕到疫苗前，台湾只能依靠现有的防疫措施继续对抗疫情。不过，若想要挡秋冬甚至破疫情，政府都要开钱，甲国外厂商合作，用技术转移方式摕到疫苗。